顺要赶迄个纸。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咱毋通讲话，对无？毋通讲话。对，因为有一个人去讲话去互因为伊无爱讲话。哦，因为无爱讲话，所以规气甲纸拢挂落来。有一个国王对无？甲伊的纸拢挂落来。毋知影有人听过即个故事无？迄个题材，即张图，迄个题材挂一个红迄块物件，就是纸。是，咱今仔日代表人的纸。对，咱会伫后壁会当看到即个故事哦。观众朋友，你讲话时间较济，还是无讲话时间较济吼？咱今仔日跟顶礼拜共款，拢伫布拉格哦。顶礼拜无来，会当转去看吼。老师有翕影片、影片对无？伫后壁今仔日嘛有影片哦，所以爱看到这样。你看后壁即个吼，老师后壁即个教堂吼，今仔日咱要介绍的，就是即个足水的教堂，伫布拉格对无？这是布拉格上大间的教堂啦。伊伫即间教堂内底吼，有足济国王啦，还是有名的人啦吼，会墓拢伫遮。因一生拢伫遮，因加冕做国王，也是伫遮。所以即个教堂吼，有真大的宝藏，就是讲有足济故事伫内面。所以世界全世界每一个所在人拢逐日着足济人伫内底参观。参观的人差不多几千人。有红种人、白种人、乌种人、蓝种人拢有，拢伫用因家己的语言伫遐讲话，伫遐介绍吼。因的团队拢10个10通的逐个国家的人拢踮内底咧参观讲话。这是查理4世吼，伫1344年下令建造一间教堂。伊拢总多起500吨啊，500吨。有人看过，起遮尼久哦。起遮尼久，起500吨，500吨较起好。伊的宽度是97公尺。是，所以这是老师顶个对团的时候，去内面的吼。我这个毋捌去味食过吼，这是500几吨的教堂。建筑500几吨，所以内底保持是时间留落来迄个卡热。是，就是讲吼，可能。伫外口看。还未行入去迄个布拉格的城的时吼，迄个城堡的时，看到的，看到即个。这看起来乌乌，咱想去互烧过对无？其实伊有经过足济种的建筑啊吼，就是伊伫925年就开始咧起啊。伊起的是大先是罗马式的，是圆形的建筑，但迄间已经无去啊。到1344年，查理4世就开始建立哥德式的。哥德式目前这间是哥德式，这是上标准的哥德。注定将。后来为什么停止？因为发生一个福斯的战争，就是讲，宗教腐败，教皇啦，人的腐败，因为人权力若大以后，拢会做毋对代志啊。所以一个人袂当伤权力，袂当伤大，拢会做歹去，所以就有人起来啊，有迄个，就上帝有感动一寡人起来组织即款的不法不义的代志。即个福斯，即个教授就起来。后来因为教皇甲伊宗教的甲伊小死后来就发生一个战争。迄个战争拖15年，1419年迄阵开始所以伫遐就停止。后来佫有足长，佫有30年战争，
澳洲佫有一个30年战争，这以后咱才过来讲。哦，所以毋是伊起500吨啦，是经过500吨才起好啦，吼。经过500吨，但是500吨中虽然停咧，有哪不时咧想要去就对了。是，这真正是真水的一个教堂，咱会当看到吼，其实伊最有名的是彩色的玻璃哦，啊，佫有会看到无？顶悬这哦，阮大概看了教堂吼，澳洲的教堂拢感觉伊这是安怎去利用的，就是伊是安怎会当爬遐尼悬雕刻，还是讲伊家己刻好，安要安怎连起哩吼，拢上几步安尼。所以其实这间教堂哦，有一个最有名的叫做玫瑰堂啦。这个玫瑰堂哦，伫外口看，就是倒边迄张图，就是外口看，就是中迄个迄个，啊，若伫内底看，就是正边迄个有彩色玻璃吼，内底甲外口看，伊拢总有2万几块玻璃啦。你看安尼，门仔像无偌济，2万几块玻璃来。看袂出来，2万几块，哦。2万几块哦。因为是迄个用迄个圣经中的故事，就是创世纪。哦，是安尼，所以这是伫教堂的外口看是安尼，啊内底是安尼。哦，这真悬呢，这是老师的相机较有法度调下来吼，看这真少对无吼？因为听讲这是最有名的一个捷克的艺术大师嘞吼，就是因一个画家啦吼。是。算话咧教堂内底吼，上较有名的彩色玻璃，彩色玻璃窗啊是一个艺术大师叫做木下。哦，木下。伊设计。伊设计窗啊，你入去看，我见讲，日头的光若照入来吼，啊，伊个设计会拍落伫迄个，就是迄个壁面，啊，壁面内底就变成拢会变化。因为太阳就是日头的光会变嘛，所以内底有哪会变。啊，伊内底有写足侪画足侪故事伫内面，就是因为斯洛伐克的民间的故事啦，还是遐圣人啦吼，遮真有名的人的故事啦，拢，就是讲因的民族的习惯啊，就是因的所有的生活拢总刻伫内底。这个真厉害哦！你看出来，嘿，可能远远看拢毋知影有画遮尔济故事吼，这真正是无简单呢，就厉害哦。所以吼，人讲伊的玻璃窗啊吼，拢有一款若像咧梦幻的一款的感觉。伊嘛叫做木下之窗，就是伊的名。木下是捷克内底一个上较有名的画家。厉害！喂，咱即个佫是足厉害的，就是拄好老师翕着吼，迄个光线拄好为即边照去迄边。即片壁内底本地有哪有100度伫内面啊？啊，因为迄个光线较照落，啊，因为翕相较看会明。啊，你若讲现场伫遐看，就感觉讲，原底画迄个图，迄个玻璃窗啊，甲伊照甲真有变化，真活动。真好看。对，因为其实翕相看袂出来这原底是啥物画啊吼。伫迄个当场应该是足水诶。但是你会当看着讲日头光照入来以后，遐湿地放大到怎样会水。哦，所以伊咧画是迄阵拄好捷克斯洛伐克呾成立无偌久，是安尼吗？所以就是讲古早，因为即间教堂是古早到现代，对500年前就开始设计计划，啊到现代，伊怎样甲古早甲现代的艺术甲伊连做伙，啊来用伊的彩色玻璃表现出来，所以是一款现代的艺术。是，所以伊就讲到即个。足侪故事伫内面，
就是咱拄则看到的吼，佮有做者无毋单是人吼，佮有话做者植物啦，还是讲花啦，还是人，伊诶线条拢是真柔和。咱来介绍前礼拜我有提。咱会记得无？有人会记得即个人无？去互等落迄个。塔瓦河，伏尔塔瓦河就是德国话叫做莫尔道河啦。捷克的话叫做伏尔塔瓦河。有一条歌叫《莫尔道河》对无？一首迄个，史梅坦纳的作品吼，就是约翰内波姆克这个人，因为伊是神父，伊就无爱国王叫伊讲人去交一个秘密，伊就无爱讲。国王要知影因某讲啥物秘密，袂使讲。因某是咧讲啥物？伫遐忏悔啥物代志？伊就无爱讲，无爱讲，坚持毋讲，坚持毋讲，结果气就互挂落。佮互人甲伊沉落伫伏尔塔瓦河内底死。后来即幅图就是天使，你看迄红布啊有天使甲伊扣起来有，就是代表讲伊对水银甲伊护起来。伊诶气呢，就是一个天使伫下骹啊，就甲伊灌伊诶气咧。所以即个故事是较实诶。就是讲，但是即个天使是人想诶啦，吼，人想讲。当然后来是人想诶来代表即个故事。是，就是讲人希望讲，人感觉天使甲伊接去天顶啊。所以伊诶字真宝贵吼，所以甲伊诶字做安尼。这是假诶啦，老师，这毋是假诶，但是安尼来表明伊诶字互挂落。毋过咱纪念，伊完全无讲话中，是讲一个神父诶忠信啊。是，有观众朋友有人。你若讲袂当共讲，就是袂当共讲。就是国王也是共款，就是爱伊诶性命也是共款，袂当讲。老师，即阵诶人无简单吧？然后会讲，啥物人甲你讲啥，就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茫共别人讲。讲迄个林老师偷偷啊，甲因食啥物批斗之类，安尼吼。讲林老师甲我讲啥，你茫甲别人讲。即阵诶人做爱听别人诶八卦，毋是即阵诶人，其实人拢做爱听别人诶代志，对无？若有啥物代志发生，着较紧诶。走来去遐，人慢慢插一骹安尼啊吼，所以咱就想着圣经吼，有一个所在。圣经有一个讲气是偌重要，圣经有足侪所在拢讲着舌头。就是雅各啦，雅各书3章6节是约圣经诶哦，讲喙齿是亲像火，伫咱诶身躯中是一个不义诶部分，会互恶毒炭到规身躯，这是对地狱点倒诶火来烧掉咱一生诶路途。齿讲话，咱足侪犯罪拢是对喙齿讲出来。真正侪不义诶代志对喙齿讲出来，所以常常无讲话，总是较好。讲爱讲祝福人诶话，还是讲帮赞人诶正面诶话，毋通讲负面诶话。所以想要配面，还是咧冤家诶时，爱先点点，对无？无会互啥物？老师这个讲一摆，炭到规身躯。恶毒炭到规身躯。恶毒炭到规身躯。炭到规身躯咧，伊咧规身躯拢有恶毒，就讲怨恨迄个人。我若怨恨即个人，就一直怨恨，一直讲伊诶歹话。对哦，可能本来无发生诶代志，拢有两变迄落啊。伊对地狱点倒诶火来烧掉咱一生诶路途，所以喙齿爱保守好。是，所以其实圣经有讲到齿那像诶火安尼吼，嘛是有一个所在哦，讲到圣灵啊火吼，
这无共款吼，但是迄阵是圣灵互每一个人讲无共款的话安尼。那想诶是想诶遮安尼，就是足侪人伫遮参观，伊这个这管风点就是琴，管风琴，真嘿，大诶管风琴。那么讲足侪人就是这啦，就是讲吼，足侪人伫内足侪底说明，国家，足侪国家，白人、黑人、黄人，同款人拢有。一队一队拢有因诶导游，踮遐说明讲这是啥物，这是啥物。是，所以咱本地其实是拢讲一种话吼，古早是对无？那是因为人诶高人想要比上帝较敖啦，人骄傲，想讲安尼阮若合作会当比上帝较敖，做一个通天诶塔，结果上帝伫遐着分别人诶口音，逐个人讲话拢无共。对，就讲结果咱即阵吼，我即阵学斯洛伐克语学甲足痛苦诶，对无？伊拢毋知咧讲，足歹学诶，足侪迄个奇怪诶变化安尼吼。所以即个是无简单吼，因为安尼世界有几啊。顶到对，咱爱去看迄间教堂诶顶悬厝顶哦，甲别位拢无共哦。伊是用安尼用安尼像网仔形诶吼，会当增加伊诶强度啦，所以足悬诶所在抑佫足宽，毋免条啊，就会当甲伊建掉咧。即款诶建筑方法，那像讲即间教堂较有诶。这是无条仔诶哦。这是网仔形诶厝顶，用迄个网仔基骨来支持啊，支持诶重量。所以爱起500吨，这是有原因诶，起足久较有法度起好吼。所以咱就会当来看老师有迄条内面即个影片哦。这是为外口吼，咱昨顶礼拜讲诶迄个桥对无？毋是迄个桥，另外一个桥。这毋是查理大桥。即摆音乐是台南圣教会一个团体文史会吼。就是台南圣教会吼，拢互咱足侪好听。这个是一个拄则讲诶足大诶教堂。而且看真正足大吼，翕袂出来。最中迄个门入去啊，有3个门入。国王若要食面，拢对迄个门入。入去内底你看，拢像拢搭金诶。因诶棺材佫用银做。棺材嘛金仔做诶嘛。看伊诶彩色诶玻璃，看好诶，这嘛是来大算伫下骹。即个就是啊，比赛啊，有咧红帽啊扭起来。拄则讲诶即个约翰内波穆克诶墓是即个所在。咱看到比赛哩，迄个滚起来，哇！几啊百度嘛是够厉害。你看下骹白色诶啊，其实迄是银做诶啊。是啥物形？另外。
个故事，一个无愿意接留对无？接留别人的秘密的人，了解别人的秘密，佮因为别人的秘密来死的吼，这真正是对感无看这个科例吼，开出的宾馆吼，拢做侪图吼，就是较少的吼，因为大部分拢是用花啊，还是我较好，伊的玻璃宾馆是画哪济啊？这个应该就是因为祭坛真大呢，感觉做深的这个。会当知影关有个人伫内面，教堂真正有大。咱会当倒边看到光线对无？因为遐就是武侠的作品，光照入来，我看到。捷克的艺术家。观众朋友，你上爱倒一百度呢？是毋是？感觉一个真水的一个教堂，但是内面有一个非常要安讲，迄阵时的人应该是真伤心的故事吼，所以因才会起即个教堂来纪念吼。咱世间嘛，足侪人为着正义，对无？为着正义来死的，是有福气的人哦。有看到遮的人，家己饲一个赞，因为相信恁拢有啥物无讲话勇气，对无？即份的人其实拢足少讲话吼，因为爱讲无批评人诶，袂当学被批评。是，但是吼，我感觉看咱像愈来愈侪人咧批评别人诶，吼，无论是到位顶悬到下骹，无论你敢做偌大，咱像诶拢是别人诶失败是我诶成功，安尼是毋是？是我诶快乐安尼，别人诶失败是我诶快乐吼，足侪人是安尼吼。但是咱有一个勇气，会当忍耐，无讲别人诶闲仔话，这就是第一名诶对无？吼，厉害！多谢咱观众朋友吼，棉花美酒来咱捧场问着，真正是无毋那是即个大自然是上帝创造吼，咱相信会当做遮出来诶智慧嘛是为上帝来诶，对无？美秋讲会对吼，沉默是金，对哦，会当抱金仔转去，无讲别人诶闲仔话吼。
虽然咱想要去互人挂纸，啊来个互等落去，但是伊伫天顶有足水诶厝，对无老师？安尼今仔日真欢喜，嘛真多谢老师给咱介绍即个故事吼。布拉格后礼拜是毋是佮继续？伫布拉格后礼拜吼，对，后礼拜咱来注重一个故事，一个为着教会要怎样来诚做正义诶教会。后日继续伫遮看故事。还佫会记得转来哦，来甲即个好消息传互你诶朋友知影。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澳洲2:10分，佮做伙来讲故事。大家平安，祝福大家。平安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